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7月29号，请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祷告会，让我们能够在祷告的当中，能够来与主亲近，并且能够来体贴上帝的心意，向主献上祷告、祈求和感谢，并且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带到主的面前来告诉上帝。我们请一起来唱诗，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第一首的诗歌，听见这世代的呼唤。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世代对上帝的呼唤，并且能够了解在这个世代当中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听见这时代的呼唤，最深的渴望，最真实的期待，荣耀神与我们同在，听见这时代的呼唤，最深的渴望，张开双手期盼，荣耀神与我们同在。荣耀的神，神的宝座在这里，在敬拜中亲自显明。荣耀的神，神的宝座在这里，你的子民深深爱慕你。听见这时代的呼唤，最深的渴望，最真实的期待，荣耀神与我们同在，听见这时代的呼唤，最深的渴望，张开双手期盼，荣耀神与我们同在。荣耀的神，神的宝座在这里，在敬拜中亲自显明。荣耀的神，神的宝座在这里，你的子民深深
们感谢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祷告的力量》，让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并且我们来向上帝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专注于他，单单来向他仰望跟祈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祷告的力量》。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期待有新的事、有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以你心事，你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
谢主，祷告是有力量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靠主来得胜。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耶稣你得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得胜的君王就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已经得胜了。感谢主，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耶稣得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每一天，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洋，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却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已经得胜，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洋，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却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却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却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使我们靠着他来得胜。我们最后来唱这首诗歌，台语的诗歌《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你的国降临》。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地地那像天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
予人尊叹无山，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山。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刻骨命来引带，独独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刻骨命来引带，独独。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地若是你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山。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帮赞我，是刻骨命来引带，独独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奉献军队来回应，诚心请帮赞我，是刻骨命来引带。
感谢主，愿上帝帮助我们。主祷文里面说，愿上帝的国能够降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他的国也临到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敬拜你，向你献上祷告。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来实体的祷告会，但是我们仍然靠主来得胜，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任何的地方，主，当我们这个时间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愿你的灵就充满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那里就成为祷告的祭坛，向你献上祷告跟赞美的祭，向你献上馨香的活祭。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祷告聚会，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献上祈求跟祷告，并且让我们祷告你的心意，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启示录2章8到11节。我们今天要读启示录2章8到11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让我们能够来透过逐章逐卷的来读，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来了解上帝在末世的时候对我们的心意。启示录2章8到11节。如果我们有这个查经的资料，请我们来读这个上面和合本的地方，或是我们翻开圣经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章8到11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阿们。我们再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地方，来方便我们对这段的经文更多的了解。现在中文译本在我们的这个给大家的查经资料的中间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如果有经文，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来读，或者是我们来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启示录2章8到11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那位开始和终结、死而复活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实际上你是富足的。我知道你受那些自称犹太人的人所毁谤，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羽。不要怕，你将要遇的苦难。看魔鬼要考验你们，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投进监狱。你们要受10天的苦难，你要忠心至死，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那得胜的人绝不会受第二次死亡的灾害。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最近因为在疫情当中刚刚降级，但是事实上疫情带来给大家有很多的压力，以至于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压力当中，常常会有一些身心上的状况。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压力，就将会对身体或是我们的心理也会造成一些不一样的影响。所以能够改变对压力的看法，就能改变压力对身体造成的影响。这个是好消息频道里面另外有一个针对心理学的部分，针对一些的心理咨商的部分，有一个叫 Good Dear 的这样的一个网页，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他说，感觉压力好像压在身上的石头，让你举步维艰，不知如何将压力化敌为友吗？其实这是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特别现代的人压力极大，所以我们需要
来看到怎么样把压力换成是助力，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敌人。所以这里提到说，你可以找这个单位，这个 DEAR 这个单位，这是Good TV 的他们的一个单位，可以来寻找或寻求资源或帮助。所以这里说，与人亲近，分享心事，同时也关心并帮助他人，就是因应压力最好的做法。所以这里给我们有一些的很好的一些的提醒跟帮助，就是当我们能够愿意与人来分享的时候，愿意与人亲近，同时也关心并帮助别人，这也是一个能够因应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做法。所以不单我们可以把压力能够跟别人倾诉，当别人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倾听者。所以这里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有一个循环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压力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爱和付出爱，因为有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在一些逼迫的时候，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当我们会去寻求一些的资源或方法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很多的资源跟方法，或是很多的帮助者都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好的循环，就是当压力来的时候，也许我们里面会分泌有一些的催产素，这些的催产素会让我们想要去寻求，或是逼着我们想要去寻找一些的帮助。那这个也帮助我们能够调节一些的社交的本能。也许我们可能常常不愿意去跟人接触的，或是不喜欢跟人接触的。那透过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找到有一些的资源，比如说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者是老师，或甚至是一些有经验的长辈，或甚至是在某一些的专业当中的领域的人，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些的问题，或是透过一些的心理咨商师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来得到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接触，以至于我们可以来释放我们的压力。或是我们能够找到信任的人，能够来谈话，并且能够让我们可以愿意去跟人来接触相处，这些都是调节社交的本能。所以以至于让我们也可以更倾向去向身边的人来寻求帮助跟安慰。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承担所有的压力跟重担，而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人是乐意能够来跟我们一起来承担压力的。那特别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是能够愿意去跟人分享，能够帮助人的，与人能够来和睦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者或是倾听者。并且当我们能够得到帮助的时候，压力也许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成长或是帮助。当我们能够得到帮助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帮助那些有同样问题跟患难的人。所以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有效的因应一些的压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聚会，或是团契的聚会，或者同质性是相当的。有一些人他可能会碰到有一些育儿上面的问题，或者是亲子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婚姻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在同才的团体当中能够得帮助的话，那彼此就能够得益处，或是能够寻找到别人是怎么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像这些都是一些很好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些的帮助。那根据一个心理学的统计，就是2012年的一个这个学者Keller 这个学者跟追踪3万名的这个美国成年人长达8年的压力研究的里面发现，经历压力但是他的心里面认为压力是有害的，这样的人死亡率反而是比较高的。但是一样经历压力，但是却认为压力是无害的，并且能够对自己有帮助的，这样的死亡的风险率反而是最低的。所以一样是面对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们如果认为压力是有害的，那么这个死亡率就会增高。如果压力是无害的，或是我们能够很欢喜的把压力能够转成为助力的时候，用正面的方式来去思考，并且能够来转离这些的负面的想法的时候，那死亡率将会是最低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透过这些的资讯给我们看到，压力带给我们能够有能量来面对挑战。虽然压力也可能会有心理上、生理上的一些的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冒冷汗，或者是呼吸的急促，
但是它也会帮助我们身体跟大脑的热身，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力量来去对抗这些的压力。当然我们最清楚的就是以生理上来说，就会激发肾上腺素，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力量可以去面对这些的压力，所以更有能量去面对艰难的挑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来面对压力的时候，适当的压力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跟一些的这样增强我们的一些的能力。所以在这里这个单位他们所提出的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压力不只是敌人，也可能是朋友。或许透过一些的压力，或许透过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患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时候，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再一次的能够来面对，并且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做。所以他说，虽然如山大，压力虽然如山大，仍然是可以承担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压力当中找到一个抒压跟解决的方法。曾经有过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当他碰到有一些压力或紧绷的时候，他会去做一些事情，他会去运动，或者是他会去到山上去走一走，或甚至因为他的家里面离温泉区很近，所以他说有时候泡泡温泉，让自己的心情舒缓之后，重新来面对他的压力。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透过有一些的方式，让我们能够稍微的抒压之后，并能够知道有智慧方法能够来解决一些的问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这一张图里面，这个漫画里面也给我们有一些提醒，有时候苦难发生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去明白或了解的，所以也许我们可能会告诉人家很多一些的这个安慰的话比如说不要难过啦苦难是化中的祝福，要靠主常喜乐，上帝有他的美意，要有信心。我们常常对别人可能有这些的口号性的这样的宣告，或者是口号性的这样的安慰，但是更好的却是在这里说，与哀哭的人同哭，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这是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同理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能够与哀哭的人有同样的感受，能够与喜乐的人有同样的感受。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这个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个使徒约翰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也是第二封的书信。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第二封的书信，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那这个士美拿教会在哪里？士美拿教会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士美拿教会也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这是士美拿教会跟它的邻近的都市，包括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7个教会里面，都在这个地方有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书信里面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就在它的下方的地方，所以士美拿教会也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区域的里面，也是在一个海港的城镇的里面，但是它的这个也许有名的程度并不如这个以弗所教会或是以弗所的这个区域，但是这个士美拿也是一个海港型的城市，也是一个在经济上面也算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城市跟一个城乡。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不一定是要很大，再大的教会有一天也可能会毁坏。这个是士美拿教会的一个遗迹，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它这里都有很好的一些雕梁画栋，或者是这个罗马柱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看起来是一个相当宏伟的建筑。但是士美拿教会的一个最大保留给后代的人可以来纪念的，并不是这个教堂的大，而是他们在经历苦难当中，他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凭信心来信靠上帝。所以真正的复兴不是要看重有多少的会众，也许我们可能会看重有很多的人，好像这样就是复兴。其实更应该看重的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会众。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是来当耶稣的粉丝，而不是真正来当门徒的。所以当这个世代，我们说这个世代是黑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只是在礼拜堂里面，在教堂里面发光，而不是出去到黑暗的世代里面去成为光，去照亮那样的一个世代？
当然，或许现在比较不是那么方便，可以到外面去，或者是可以去接触人。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盼望，或者是让人觉得好像压力大，或者是一个很失望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带给人盼望？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来思考什么是教会。当今现在的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些的课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教会？也许教会不能够有任何的聚会活动，或是被迫要做一些的停止，或者是有一些的实体的一些的聚会可能都要暂停的。但是反而不会因为这样的逼迫，会失去变成一个健康教会的机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或许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教会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去除掉一些过去我们所认知的，以为是哪样子才是教会，或许会有一些的新的调整跟转变。当然有很多时候教会也许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聚会的状况，这是在有一些的教会，在一些地区的教会，也许因为经过一些的地震，或者是因为一些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建筑物是不在的。但是就算没有了教堂，我们依然是教会。所以教会不是指着这个礼拜堂或者是这个建筑物，而是指着在里面这一群愿意来跟随基督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才是教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回到真实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当然，士美拿教会也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是当我们在很平静安稳的度过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受到一些的逼迫跟压力的。好，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跟对比。也许我们可以每一天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便利，但是有一些地方是遭遇到逼迫跟患难的，特别在有一些中东的国家或是一些不自由的地区，他们也会受到一些的压力。所以这里有一个统计的数字是，今天全球每8名基督徒里面就有1个人可能要受到信仰上的逼迫。当然不一定是指这个受伤或者是伤害，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也有可能是受到一些的家庭或者是环境的逼迫，或者甚至是政治上的逼迫，或者甚至是因为这些的不一样信仰的人的逼迫。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一些的苦难跟患难的时候，虽然也许我们不一定亲身在那样的患难里，但是我们也应当纪念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教会的聚会并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美好的，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经历到，或是去碰到一些的苦难的事情。所以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跟示范，就是耶稣用他的十字架来回应世界的苦难。这世界是苦难的，但是耶稣用十字架来回应它。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也代表他认同这个世界在受苦跟苦难当中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汤马斯·华生这样说：当圣徒遭到击打的时候，上帝的心也跟着一同响应，就好像这个吉他在弹奏的时候，在弹奏和弦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些共鸣，或者是这些的声音会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即使是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上帝的心也是受到一些的影响跟这样的响应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上帝冷眼在天上看着我们，上帝也透过他的儿子来受的苦难，来向世人来宣告，他也与人一同来受苦。所以一个肢体受苦，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各自是做肢体的，所以任何一个肢体的受苦都是全身的受苦。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体贴跟体会，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是受苦的，当他们受苦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用这样的心，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就是所有的肢体都能够一同快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给大家的经文分析的地方，第一个，这一封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是耶稣基督透过使徒约翰所写的，给7个教会的第2封信。这个我们在第8节的地方可以看到。所以耶稣自称自己是首先的跟末后的，他说他是阿拉法，是 Omega， 是起初的，是末后的。所以这里说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并且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耶稣自己他也经历过死亡，并且经历到复活这样的一个盼望，或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经文也预示着士美拿教会要面对的事情，或者对他们来说，士美拿教会将要经历与基督一样的受苦。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所以基督所经历的也将是基督的教会所经历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基督徒是来享福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在苦难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件事情是，基督的受苦也预示着教会的受苦。所以耶稣曾经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人如何来对待老师，也会如何来对待学生；人如何来对待主人，也会如何来对待仆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基督面对苦难的时候，他面对这样的死亡，他没有被死亡来击倒。所以我们也看到士美拿教会也将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患难，但是他们也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压力。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称赞士美拿教会，外表上看起来是患难跟贫穷的，也许这个教会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或许还经历一些的患难，但是在属灵层面上却是一个富足的教会。所以在刮胡的地方特别提到，他说其实是富足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贫穷的教会，但是事实上是富足的。这是在第9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教会受当地的犹太人的攻击毁谤，是一个受当地犹太人排挤的教会。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受到当地的犹太人的排挤。但是耶稣说，这些人外表看起来是犹太人，可是事实上却是撒旦的党羽。所以这些逼迫基督徒的这些的犹太人，看起来好像是犹太人，但事实上是撒旦的党羽。所以耶稣也曾经被犹太人来逼迫，甚至耶稣也提醒他们说，如果你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你们将会爱上帝的儿女，就会爱耶稣，而不是来逼迫耶稣。所以意指这些攻击教会的犹太人是反对和敌对上帝的族类。所以思考的地方，我们可以来思想，外表看起来是犹太人的，却不一定是真犹太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看到犹太人他们自夸自己是在遵守律法的，是遵守上帝话语的，但是也许他们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或许他们在当时的那些的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一定是真的犹太人，或许他们反而是跟撒旦一党的，是逼迫人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书信中，耶稣预示着士美拿教会要受到苦难的逼迫，这是第10节的地方。所以这个逼迫是从魔鬼来的。这里我们会看到经文里面提到说，这个逼迫从魔鬼来，而且将近有10天之久，有对象，而且有时间，而且也有可能会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就是在监狱当中，就是被下到监里去受苦的，甚至是要面对死亡的。所以耶稣鼓励士美拿教会的会友说，要至死保持忠心。所以即使要到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仍然鼓励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会众要至死保持忠心，并且将要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生命的冠冕意思是使得在生命中能够来得胜，有胜过死亡的意味。所以表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能够带上这样的一个认证。所以思考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至死忠心就得到胜过死亡的一个认证，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冠冕。所以胜过死亡，生命的冠冕是表示是胜过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第4个，我们会看到这里提到第2次的死，这第2次的死指的是永远的死，也就是经过死后的审判的结果。这是在第11节的地方。所以在经文中，得胜的人
得胜过死亡的认证，得着那个胜过死亡的认证，因着他们的至死忠心，就不会再面对审判后的永远的死。所以有永生，也有永远的死。圣灵就是上帝的灵，是提醒教会要将这样的话能够听进去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进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到现在圣灵也是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圣经常常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圣灵做现在这样的工作，也在教会的里面，要提醒教会能够听进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学习能够来倾听，并且来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士美拿教会的一个提醒，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当我们至死忠心，能够愿意跟随主来行的时候，我们将得到的是一个荣耀的生命的冠冕。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让我们就一起来预备心来祷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来为一些的事情来关心跟祷告。那请大家来看到给大家的教会的消息的地方，我们虽然已经降级，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解封，所以请弟兄姐妹仍然要按照防疫的规定。所以在第2项的地方提到已经降至2级，但是我们还要观察到8月9号，所以请弟兄姐妹还是仍然要遵守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规定。那我们的教会的周间的小组跟制服学院，我们可以稍微的解封到室内50个人，室外是100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请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规定来办理。那我们在7月24号的时候，我们执事会已经有做一些初步的决议，就是我们的教会各样的崇拜按照防疫的规定，观察到8月9号之后才考虑来开放。所以要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之后，我们才能够来做进一步的这样的公布。所以请大家还是一样按照教会的公布，然后按照2级的防疫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实施。那我们礼拜天的时候，8月1号是我们的8月的第一个主日，还有圣餐主日，所以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在线上一同敬拜，并且让我们能够在家里自行预备葡萄汁跟面包，让我们也可以在线上我们一起来举行圣餐礼拜。那我们请提名委员会来提名委员会的委员来这样的一个告知提名委员会的我们当中的成员同工，8月7号我们早上要开提名委员会，所以请我们的同工们能够来准时来开会。或许我们会用线上的方式，所以请我们的委员来静候通知的状况。然后8月8号的时候11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召开8月份的执事会，所以请执事同工也能够留步来参加。那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升级的当中，我们每一天都有每日灵粮的这样的短片。那到我们的这一周，也就是7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供应的时间就结束了。请各小组就回到小组里面来安排读经或者是一些小组的聚会。那教会各小组开放实体的聚会或活动的安排，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确定小组的状况，那一样可以采用线上的聚会方式。所以一直到8月9号以前，教会会公布是不是我们需要来做一些更大的解封，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我们会在8月9号以前会来做这样的公布。那也请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暑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办夏令营，但是我们期待弟兄姐妹能够来关心我们的儿童的需要，特别已经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愿上帝来帮助，让我们的儿童能够在家里面也有很好的学习。教会有线上的儿童主日学，也请我们的家长能够来关心，并且能够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教材。那我们请大家来注意这个春季的制服学院，我们已经陆续有一些的恢复上课，但是还是要注意防疫的规定，希望我们都能够来遵守不能够超过这个防疫规定的人数。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卫理神学院下个学期开新约的课程，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或者是愿意来报名参加的，也请尽速的来报名。我们在5月到8月的读经计划，第2波的读经计划，也请弟兄姐妹来参与，并且能够每一天有固定的
灵修的读经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灵修读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来读上帝的话。那我们也期待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如果上帝愿意给我们有这样的人数，愿上帝来给我们加添我们的不但是在量在质的方面成长，在量的上面，让我们也能够更加的得人。愿上帝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所以期待我们能够为我们能够增长到200人来祷告。那我们也为父亲节的见证会来祷告，目前有4位父亲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所以请我们为这4位的父亲徐德强、廖俊奎、赵少文还有于茂林这4位父亲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就一起来为这13项的我们的代祷事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谢谢主，你是信实的，投靠你的都是有福的。主啊，投靠你的，愿他们都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主啊，又愿那爱你的人都依靠你而欢喜。谢谢主，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防疫跟守护，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给我们的这些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还有这些的各级的长官，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跟规划，以至于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蒙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也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恢复实体的聚会。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能够在到8月9号以前，我们的这些的防疫的规定跟安排都能够顺利的来实施，以至于我们能够在8月9号以后，期待能够顺利的能够有开放，并且能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渴望能够来到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更加的见面。所以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实体的这样的参与。我们也为着我们在8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圣餐礼拜，愿你恩待我们。主啊，愿你让我们能够在线上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样的圣餐。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家庭跟环境地方里面，但是我们在同一个心智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并且能够来分享这个饼跟酒。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为着提名委员会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聪明，我们的提名委员能够有很好的这些的智慧聪明，能够选出合适的主你的工人，能够来服侍你的教会。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执事同工们来线上祷告，让我们在8月8号的时候，我们能够来顺利的来召开这些的同工会，你恩待我们。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这些的灵修的短片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的这些所拍摄的这些的影片能够存留，并且让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每天有供应跟帮助。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小组聚会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实体聚会都能够很顺利的在这些的解封前能够遵守规定，并且能够有很好的保护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主，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儿童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儿童跟青少年，让他们能够在暑假的当中有很好的时间的规划跟安排。谢谢主，你也恩待我们的儿主的儿童主日学的这些老师，还有我们的规划，还有这些的家长们，主啊，他们的这样的配搭配合，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当中，他们也仍然能够继续的成长。愿你恩待我们，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春季的制服学院能够来进行顺利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这些的课程有一些又继续的要恢复上课，愿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实体的上课之后，能够来帮助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得帮助得益处。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下个学期的新约导论的当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帮助，在圣经的教导上面能够更加的得益处。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读经计划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弟兄姐妹更多来渴慕上帝的话，愿意读上帝的话，爱慕上帝的话语，并且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线上祷告，愿你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并且我们要看见主你的恩手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在质的上面能够成长，在量的上面也有成长。主，把得救的人天天赐给我们，也为着我们在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活动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父亲节的这个活动当中有
弟兄们他们愿意来做见证，并且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他们所说的能够让许多人得益处。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来为我们的信友代祷意向来献上祷告。那我们请来关心一些的国际上的一些的国家，让我们能够来为这些国家来祷告。当然也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那里来服侍，让我们也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我们为着尼日共和国这个国家来献上祷告，这是在非洲的一个国家，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基督信仰能够进到他们的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来更多认识上帝。我们也为我们北山区的教会来献上祷告，为桃园卫理堂金美景牧师即将要来接任，愿上帝来帮助，让这个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来献上祷告，求主帮助，让他们有执政的智慧跟聪明，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台湾更加的进步跟成长，也保护百姓都能够蒙恩。我们也为着我们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来献上祷告，愿主来帮助，让这些的美好的品格教育跟知识的教育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这些的儿童跟青少年。那我们特别重要为着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献上祷告，愿主来帮助，让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医疗人员、军警人员，他们都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服务，并且能够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服务的当中不受到这些的疫情的影响。我们为着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这5项的内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所关心的这些国际当中的一些的国家来献上祷告。主，我们为着非洲的国家，为着尼日这个国家来献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个国家。有许多的这些的族群也在这个国家的里面，虽然有许多都是黑人，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民族在这当中。主，愿你恩待，也保守这个国家，让基督信仰能够进到这个国家的里面，并且能够使百姓们他们能够来认识基督的信仰。主，我们也为着北山教区的教会来献上祷告，带领我们的桃园卫理堂金美景牧师，我们为他们来祷告，让这个教会蒙恩，教会的奉献是充足的，教会能够在当地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的身心都健康，为他们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台湾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为他们来祷告，愿你恩待我们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给他们有执政的智慧、聪明，能够来治理国家百姓。谢谢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来献上祷告，带领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以至于他们所受的都能够来将来为主你所使用。主，我们也为着在第一线防疫的这些的医疗人员还有军警人员，主，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特别让他们能够在服务群众、服务人群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是有很好的健康的身体，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效率。愿你恩待他们，也纪念他们在防疫的当中，他们在第一线的当中的这样的服事。主，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要来为肢体来献上祷告。那因为各司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提这些的弟兄姐妹的名字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手上有这样的一个代祷事项，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为他们来祷告。但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上帝是今天我们的高家锦执事顺利生下一个孩子。那我们为小朋友来献上祷告，求主帮助。特别为小朋友的健康来祷告。那我们也为施打疫苗的同工弟兄姐妹为他们的身体健康来祷告。那我们就在结束之后，我们请弟兄姐妹继续的关心这些的肢体的消息跟状况。那我们就来做这样的一个结束的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为这些在苦难跟患难当中的人来献上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苦难跟患难当中知道主你不离弃，你仍在我们中间。谢谢主，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倾听者跟帮助者，好让我们能够在自己受这些的经历的时候，也能够成为帮助人的人。谢谢主，我们也为着家景执事今天能够顺利的生产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他们的家庭因着这个孩子蒙恩，也为这些施打疫苗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让他们能够在施打之后都有很好的抵抗力。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主你丰盛的恩典。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就继续的来祷告，为着这些的身体健康的状况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